啲人話咧你哋太閃啊，即係有啲頂唔順。咁唱下啲情歌，咁突然間梗係由心而發，忍唔住啦，情不自禁。總之唔係因為 fans 叫你哋錫，而係你個唱個歌。係咯，都唔係因為 fans 起哄而做呢樣嘢。2016年落選港姐葉倩文，舊年參加無線真人 show 節目女神配對計劃，同新晉小生曾展望配對成功，兩個人唔單止發展成為真正情侶，更加因為節目一炮而紅，人氣持續高企。TVB 就順勢安排佢哋以情侶檔接商演，每次登台都要例牌拖下手仔、錫下嘴仔，保持恩愛熱度。不過曬到咁高調、咁頻繁，難免就會惹嚟部分網民嘅反感。日前葉倩文、曾展望又攞正牌拍拖到內地演出，期間喺台上獻唱嘅時候，曾展望錫完葉倩文，又到葉倩文錫曾展望，兩個人旁若無人錫嚟錫去，繼續大放閃光彈，結果就引起大批網民不滿，炮轟佢哋好煩好假，又鬧爆佢哋次次喺大庭廣眾之下係咁錫，搞到好似做 show 咁，實在令人好反感。有人更加嘲諷佢哋話，除咗識做呢啲嘢之外，仲有咩代表咗？不過亦有保持中立態度嘅網民認為，藝人都係跟公司 order 做嘢，話晒佢哋都係因為戀愛節目而走紅，自然就難免要迎合粉絲所愛，繼續係咁晒。